今日帶大家睇一間全新嘅村屋，3樓連天台，即買即住。出門就有巴士、小巴搭，無論自住定投資都係好選擇。即刻同大家詳細介紹下。入到屋入邊，首先見到係開揚嘅客廳同廚房。客廳空間闊落，光線充足，擺到大梳化、電視同餐台都綽綽有餘。一家大細活動、朋友聚會都唔會覺得逼。旁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牆身鋪咗特色嘅黑白花磚，睇落去好時尚。儲物空間超多，仲有窗戶對住戶外，通風好，唔怕油煙困喺屋入邊。呢間村屋有3間房，空間規劃超實用，光線同通風都一流。最正嘅係連天台，上到天台空間超級大，你可以喺度種花種草，擺張台凳同朋友傾偈 BBQ， 夜晚睇星星都得。或者將佢改造成休閒區、儲物區，發揮你嘅創意。呢個天台絕對係你屋企嘅額外寶藏空間。遠離市區嘅嘈吵，呢種生活質素係市區根本揾唔到。再講大家最關心嘅交通，屋企附近就有巴士同小巴站，無論要去元朗市中心買餸、行街，定係出市區返工，都好方便。呢間全新村屋498萬，3樓連天台，全新現樓即買即住，門口有巴士小巴，交通方便，空間實用，私隱度高。無論你係首次置業嘅年輕人，定係想換大啲空間，享受寧靜生活嘅家庭，呢個嘅單位都非常適合。機會難得，筍盤唔等人，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嘉約睇樓啦！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嘉個 channel 啦！